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伫今年的11月设置幼稚园，将大学的场地改造成幼稚园，用上好的设备、优质的师资，以非盈利的方式为附近的家长提供优质的托育服务。我想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那么向中央争取在这个地方设5班的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那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呢，当然就是公私协力，那么把属于这个大学生他们用的那么宽大的教室，那么透过争取了1400万中央的补助，那么营造非常优质的室内学习空间。那么另外还有户外的这个绿地，那么这个非常宽敞，而且非常的优美，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对一个幼儿园来讲是相当具有吸引力。幼稚园伫这位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列牌，为着减轻家长的负担，幼稚园提供108个评价教保服务名额，每个月收费无超过2000块，目前已经有60位学生。那我们一共在第1期可以招收120位学生，那我们目前还在积极的筹备第2期也可以另外再招收另外的110位学生那总共可以招收到228位学生那含幼班、小班、中班跟大班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方式，加上我们目前校内也积极的在申请相关的国际实验教育的课程那大学又是教育部核定的双语大学，那希望能够提供我们国家未来主人翁最好的一个国际观、体育、艺术还有课程的一个优质方案。幼稚园招收2岁到5岁囡仔，家长以小个大碗的费用，就会当予囡仔享有美丽的校园以及教学资源。另外，也规划2条专车接送路线，同时办理延长照顾服务，予家长减轻负担，安心的上班。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